高雄屏东这青皮道顶有影是抓袂了，所以两个县市呢，即马拢开课来训练民众盗掠。也毋过，其实真侪人看到这青道顶，第一反应就是随卡互里长。这里长煞无一定知影讲到底是要安怎来掠，所以高雄市是决定开一个里长专门的掠青道顶培训班。甲青道顶用手固定咧，才甲绑起来。专家当咧教掠青道顶的撇步。这是去年底高雄开的掠青道顶的训练班，只要受训有领证，就会当合法来掠青道顶。训练班推出了后，受到真大的肯定。今年除了要搁办2梯，拢总要收200个人，嘛要另外办互里长上的掠青道顶的训练班。民众发现绿鬣蜥的时候，常常第一时间会寻求里长的协助，所以我们预计在2月17号来开设里长的专班。高雄的青道顶是猫虱，估是去年就掠到5800多只。因现在出现伫溪边或者是圳沟边，甲民众生活范围是真近。市府发现讲，民众若伫社区发现青道顶，第一时间拢管系通知里长。若以后眼客源话来讲，真正几个里长拢接到民众通报有看到青道顶。亲像仁昌里的里长，就捌1个月内接到10通电话，嘛互伊决定要来报训练班。其实我们之前抓到，我们也不晓得要去哪边给他放生干嘛，我们没有一个渠道管道去做任何的一个安置它，所以我们之前给抓又给他放回去而已。不过，真做基层的里长，嘛有人希望讲这项工课莫搁加伫因的分数顶，因为平常时在地工课都已经真济啊。里民的服务哈，我们是比如说抓猫抓狗已经很多了，又现在要抓了绿鬣蜥哦，觉得说比较超过我们的范围之内啊。今次要参加是尊重个人的意愿。农业局讲，顶一日已经提供报名表，予各里的里长，按算要招120个人。头一梯会伫2月17开课，目前报名的人数已经超过一半。来登记的人若是有够多，也会继续来开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